宜兰东平湖政治先界最后一摆总集巡，锁定关键执勤的安全，甲如何防止诈骗。其中，因为看到这个环境伫实施酒测临检的时，会靠近民众车窗，对着犯罪企图的歹徒，或是通缉犯，第一时间尽派反应。宜兰相当烦恼环境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，所以提醒市警局一定要加强环境的教育训练。避免从头存入去车内闻酒味。严格禁止啦，过去可能当时就足认真的想要取缔第一档，咱就卖。你想讲咱咧临检酒测的这民众，咱严谨的 SOP 的做法。是第一点咱爱做好部署，就是甲迄个车道做一个区域封锁缩减车道，所有的车辆会当鱼贯进入咱的实检车道，伊就速度就袂紧。袂紧，加摇下车窗，简单对谈。若有酒味的，咱就在边仔来继续接受酒测。若无酒味的，咱就继续互伊通行。另外，针对网络金融诈骗的手法翻新，而且一档一档增加，由我嘛强烈要求一定要针对上届发生的犯罪形态做好预防宣导。对此，警察局长回应，台南已经成立打诈团队，对民众上届接触的机关进行宣导，同时伫超商、ATM 打警告表示，希望第一时间保护民众财产安全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、杨顺怀采访报道。